今日係5月26號星期一，HKG 報今日推介同大家分享移民海外港人嘅一啲淡淡嘅憂傷啊！近月以嚟，包括英國、加拿大在內嘅多國宣布收緊當地嘅移民政策。澳洲工黨政府連任之後呢，都計劃縮減移民嘅數量。唔知移民之後呢，對於能否定居嘅壓力過大呢？定係移民之後嘅經濟收入或者係社會地位呢，遠不如香港啊？令到唔少移民友呢開始呢悲秋傷春啊！懷念起當日喺香港嘅好啊！例如有一名移民澳洲嘅香港人，佢叫做容仔。移民之前係一個插畫師兼空少啊，仲曾經係前蘋果日報嘅專欄作家。佢日常好中意喺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喺澳洲嘅生活，但係佢嘅文字顯得越嚟越多愁善感啦，將自己移民嘅辛酸同埋無奈一文道盡啊！文中第一句就開門見山講明佢移民嘅原因啦。佢係咁寫嘅：如果冇5年前嘅社會運動冇 Covid 我諗我成世人都冇諗住離開香港咁耐㗎，更加唔會移民。跟住佢講自己喺澳洲嘅生活啦，表示喺澳洲雖然有自己嘅生活方式，可以揾朋友食飯睇戲、買特價商品，開始建立自己嘅社交圈，但係就發現咗香港就離自己越嚟越遠啦。內心有一種淡淡嘅傷感同埋無奈啊！嗱，移民與否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考量，其實冇對錯之分嘅。但近年唔少嘅網友因為黑暴敗亡而盲目移民，結果自己攞苦嚟辛嘅例子就比比皆是啦。小編猜想啦，對應於淡淡嘅傷感同埋無奈肯定係目前覺得麻麻地嘅平淡啦，心中很不是滋味啦。小編翻看呢一位人士嘅同日嘅另一篇條文啦，大概明白其中嘅原因啦。佢就話自己以前喺香港嘅時候係十指不沾陽春水，一嚟到澳洲之後又要買餸，又要貨比三家，又要洗碗晾衫拖地，好似個師奶咁樣。佢自己都諗唔到自己變成咁樣嘅。咁話說回來啦，呢一名抱怨者喺黃圈都曾經小有名氣嘅，不時舉辦粉絲見面會，仲出過書添。但到澳洲之後就變得默默無聞啦。曾經嘅優越感失去咗，變成咗必須朝九晚五工作，過住師奶生活嘅普通人啦。落差之大，生活之苦，唔信慘就奇怪啦。只能夠時不時懷念起香港嘅風光啊，聊以慰藉啊。相信同佢同樣心境嘅移民港人都為數不少啊。小編覺得抱住賭氣或者係凡事都係外國魚缸比較圓嘅心態而移民嘅人士啊，通常會面臨理想同埋現實嘅巨大落差啦。就以阿容仔嘅感受同樣擊中咗唔少移民港人嘅內心啊。當幻想破滅後剩翻一地嘅雞毛啊，只有自己默默承受啦。不禁想問一句啦，有幾多盲目嘅移民者能夠實現到幻想中嘅自由呢？